堂画画课，老师和学生有着共同的际遇。生命的考验在他们身上留下伤害。口足画家童福才上课前花不少时间分享自己的生命经验。20岁服兵役时跳水伤到脊椎而瘫痪，曾经有8年自怨自艾，完全走不出来。精神上面啊，原则上就变成一个好像没有用的人。所谓没有用的人，就是你坐在家里，你躺在家里，就变一无是处。童福才体会到心被困顿比身残更恐怖。现在已经有许多资源帮助身障者走出去，把画画当媒介，传递一种好的念头。在过程中摸索自己身体里存在着被断绝后渐渐苏醒的能量。一个人活着，应该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去感受的。手不能拿画笔，就用嘴练习。看护太太成了左右手，还有宗教支撑。即使常常被筷子上的细竹签卡住喉咙，依旧坚持着自己找寻的目标。原则上我是觉得很帅。我从小照镜子，我就觉得啊，那个镜子里面那个我啊，当然以审美观来讲不帅啦，但我从小我就很承认我自己的存在。关照自己的喜怒哀乐，内心的束缚再一层一层拿掉。他的画作已不只是糊口的工具，而是传递一种信念：生命不是黑白，依旧缤纷。上王大兵，张唔会输你。上网大标，张不会输你，因为努力打拼才不会输给别人。对，我们以前看那个日历上面很多这种座右铭，他曾经有一句我这样记得很深：当命运之神要这样对待你的时候，你就微笑。童福才教画画，乐于分享从绝望走出来的人生经历。只要去除了内心的障碍，一切海阔天空。上网大标，张唔会输你。上网大标，张唔会输你。